Hello，各位師兄好，分享下我最近去嘅一間店，叫做金碧水匯。呢間店有唔少美容，大堂免費提供自助餐，菜品水平唔錯。咁除咗按摩之外，仲有 KTV 唱歌，以及超大戶外花園，整體配套都幾高級。今日藍天白雲，陽光唔錯，本來諗住去陽光水匯，不過金碧嘅部長話今日星期六自助餐非常好，所以就過嚟試試。講起水匯，國貿向西村呢附近大大細細嘅場，相信各位師兄都去過唔少。咁要數到老牌大場，環境又好，金碧水匯肯定係其中之一。估計好多經驗老道嘅師兄都喺金碧留低過各種回憶。入金碧酒店大堂，右邊走廊盡頭有升降機，然後搭到3樓就到啦。一出咗 lift，左轉就見到個前台，裝修大氣得嚟，又唔會太過浮誇，成塊地面都係立立令嘅。我諗各位師兄都知，水匯嘅第一印象好緊要。金碧呢度一入去就俾我一種高檔輕奢嘅享受，完全唔似一般細場噏耷嘅感覺。好啦，廢話少講，直接入正題。首先去沖涼房睇下，環境真係冇得彈喎。更衣櫃同地板係深色商務風格，毛巾全部都係好新淨嘅，白到發光，仲會用保溫箱消毒處理，真係夠晒衛生。沖涼格有7、8個，每個位置都有安裝門簾，有比較好嘅私密性。花灑有2檔切換，水壓還算可以，台面收拾得整整齊齊，燈光柔和，一眼望落去覺得好 relax。牙膏牙刷都係高檔貨，唔係啲平價地攤。講真，沖涼房嘅細節真係可以睇到一間水匯嘅質素。金碧水匯呢度完全做到酒店級別嘅品質感。沖涼房出嚟，然後去大堂睇下。金碧水匯分咗3個大堂，準確啲嚟講，應該係分咗3個小堂。呢度屬於中間區位置。左邊區座位唔多，因為旁邊係水吧，咁可以嗌服務員現場煮產蛋麵。見佢煎緊啲午餐肉，熱辣辣出爐，比其他細場嘅杯麵好好多。梳化上面嘅毛巾好新，白到發光，而且每個梳化位都有獨立電視，睇波啊、睇劇、睇新聞都得。然後我問咗下美容，入房按摩送2個大堂項目，小費就60起，美容都幾熱情健談。我諗各位師兄都知，按摩除咗手法重要，服務態度都好關鍵。傾下偈，睇下電視，成個過程都好愉快。然後講到食，金碧水匯嘅自助餐絕對係重頭戲，逢星期2到星期日都有得免費提供。服務員陸續擺好餸上嚟，總共有10零個菜，睇睇有乜餸：蘿蔔豬手、蓮藕、牛肉同埋牛肉丸、清蒸蟹，哇，夠晒大隻喎！呢2盤唔知乜撚柒，芝士蝦、生蠔都好大下。等間我就揀隻最大嘅，主食就炒粉同白飯。仲有三文魚，魚肉睇上去每塊都好厚身。最後就係老火靚湯，有排骨同雞爪，菜品好多選擇，質量都唔錯。而家出咗嚟花園，咁點解嚟呢度呢？主要係裏面冇專門用餐區，好多師兄直接喺梳化位食，人來人往，我拍片就唔方便啦，所以就出咗嚟呢個戶外花園食飯。我夾咗一隻蟹，一隻生蠔，三文魚同蝦就夾咗幾件，仲有其他噼里啪啦嘅餸。各位師兄都知，外面嘅自助餐好多時候都係得個樣，但係金碧呢度真係落足料，菜式豐富，質量又好，尤其係清蒸蟹，鮮甜多肉，真係食到舐舐嚟。然後值得一提嘅係，喺花園食自助餐真係別有一番風味。如果係夜晚嘅話，涼風習習，一邊食嘢一邊睇風景，估計更加寫意。然後睇睇呢個花園環境，感覺都 OK 喎，綠草成蔭。其他會所就冇咁嘅體驗啦。花園走到盡頭，仲有一個泳池，都幾大下。不過而家未到夏天，
氣溫唔算熱，所以就封閉，暫時未投入使用。希望遲啲天氣熱嘅時候可以開放咯。食到飽飽地，想唱 K 鬆一鬆嘅話，金碧水匯有個大型 K 房，燈光氛圍感一流，可以坐10零個人，啱晒一班 friend 一齊嚟玩。不管是與悲，卡拉永遠 OK。總嘅嚟講，金碧水匯作為一間老牌場，裝修唔會好老土，反而係非常有品質感。裝修環境配套都好新，尤其係自助餐，絕對係值得一食。不過就唔係每日都咁多餸。部長同我講，就話逢禮拜二同埋周末2日伙食會更加好，菜式更豐富，而且周末仲有午餐提供。各位師兄，如果比較睇重自助餐，可以就住呢個時間去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